佢就知道有呢個舞蹈比賽，咁佢又唔想得罪某一個女朋友，咁咧就佢諗下諗下，不如揾我做佢伴舞伴 ，OK？ 咁就唔會得罪人啦。咁啊喺大概3個月之內到啦，教咗我13步舞步，咁我哋就好僥倖。嗰個比賽咧，我哋攞到第一名。呢度咧就係小龍1963年喺美國第一次返香港。小龍1959年離開香港去美國，嗰陣時咧就你即係成日都掛住打交啊，即係好曳啊做年資。咁我老豆就掟咗佢過去，咁喺個朋友屋企住，就希望佢即係會改過自身啊，做翻好啲啊咁樣。咁小龍咧就好開心啦嚇，咁我哋接佢機啦，咁大家都好開心。咁仲係最開心就係邊個咧？就係我爸爸。點解咧？因為佢1959年到1963年之後，嗰段時間咧，讀書又好咗，亦攻打工啊 ，everything 就即係點講，自給自足可以咁講，唔需要老豆寄錢過去。同埋咧，佢小龍手揸住嗰個係一件嗰啲大濕褸、乾濕褸嚟嘅，就係特登買俾個爸爸。我爸爸好少咁笑法嘅，好少嘅，佢係好嚴肅一個係即係話聽你講叫老古董啊嘅人嚟嘅。咁但係佢嗰日真係笑到見牙唔見眼。